新闻台先来看总统、副总统候选人11月20开始登记，也毋过拿白盒，阁无消息。前总统马英九，阁有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拢公开表态，讲因支持全民调。早起高雄为立委候选人徛台的朱立伦甲侯友宜嘛，拢表示因会拍拼来协商。国本地嘛认同马英九，伊强调讲全民调才有法度有上强的组合。 斗阵徛伫舞台上为参选人造势，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甲党主席朱立伦早起分别到南部为座为国民党的立委参选人徛台。也毋过看到国民党甲民众党咧安怎决定正副连选拢也超袂稳，互前总统马英九、前高雄市长韩国瑜这人坐袂调啊，纷纷讲支持全民调。对着党内同志话话，侯友宜甲朱立伦拢讲会以台5为目标来协商。在政党协调过程当中，国民党也有提出。 在德国式的一个全民调的方式，大家都可以去进行讨论。想法都是以全民调的方式。那真正的讨论的重点是3个点，就是有关对比、互比跟占比的问题。 朱立伦希望两党合作会使创造台湾民主的新政治，也毋过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也无消息，互基层甲支持者是真着急。另外，早起来到嘉义城隍庙来参拜，煞来过去市场拜票，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铁对国民党敢若无愿意放弃德国制全民调。郭文铁讲，台湾无使用过这个制度，认为全民调较紧，无了开始动作。马英九前总统对台湾的关心嘛。 我想他的逻辑应该也是说，如何在2024的总统大选当中找出最强的竞选组合。甲国民党以及民众党也伫整合比较，民进党拢准备好啊。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早起上款也为共党立委参选人徛台，承诺会共同来建设地方。台65线来当来到咱三峡啊，我相信对咱三峡的父老乡亲，对咱土城的父老乡亲，拢有真大的帮忙。 2020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登记也剩9天，最后到底是国民党、民众党合作斗阵对抗民进党的赖清德，也是国民党、民众党、民进党加上无党籍总统参选人加大名四强对立，外界拢伫看。记者综合报道。